感覺自己好舒服嘅，可以瞓喺床上邊，容許自己打幾個喊路，伸個大懶腰，將一日嘅疲累都釋放出嚟。由心嘅多謝身體支持咗你一整日嘅活動，同時呢刻邀請身體每個細胞都可以好好休息，好好插電。今晚臨瞓前又送俾自己一個溫柔嘅體驗啦，陪伴自己進入夢鄉。今晚我選擇同我嘅肺去連結。而家試下搓暖雙手，將佢放喺左右兩邊嘅胸膛上面，感覺連接住你左右兩邊嘅肺。肺臟其實係身體最大嘅器官，同時亦都係好重要，因為佢掌管住我哋嘅呼吸。我哋出生嘅第一個自動反應嘅動作就係呼氣同吸氣，甚至到最後一個動作都係一呼一吸。所以呢刻你感受下肺臟係幾重要嘅一個器官，由心嘅感激佢，多謝佢，佢無條件嘅為你服務，甚至有時仲要被逼吸埋好多廢氣，好多令佢唔舒服甚至受傷嘅氣體。我哋會唔會喺呢刻都承諾會多啲帶佢去大自然，吸收新鮮嘅空氣啊？可能佢聽見你呢個承諾已經會好開心，感受自己呢刻同自己嘅肺好連結，帶住呢份溫暖，好舒服嘅，好慢嘅呼吸，然後一齊同你嘅肺部進入安寧甜睡之中，讓你自己同你嘅肺部都放慢，享受呢個深層嘅大休息。